歡迎大家嚟到第3日，用身體作為一個 anchor， 即係一個專注力嘅地點嘅冥想。今日呢，我哋呢就想改變下，唔再係咁喺度搖啦，因為搖得多，可能你都會有啲暈浪感覺。今日我哋就玩轉手指，你可以好似我咁樣，咁手指拇指喺度轉嚟轉去。當然亦都可以咁樣，啲手指打下打下。最緊要都係一個有節拍嘅動作。當然你唔需要話好緊張個節拍，只需要就一個你覺得舒服、安定，你想轉嘅速度或者係想打拍子嘅速度，係隨意㗎，唔需要強迫自己。因為記住我哋做冥想嘅話呢，我哋都係想話令到你可以專注，但係唔係令到自己好大壓力。如果你太大壓力嘅，咁你做冥想嚟做乜啊？所以今日你只需要做嘅呢，就係靜，但係你又唔使話我一定要好靜，你個腦諗嘢係正常嘅。如果你冇辦法完全專注，亦都冇問題，因為我哋人嘅腦係唔會好多時係冇辦法完全專注，但係你只要有一刻有幾秒真係專注到嘅話，其實你已經成功咗㗎喇。你今日要做嘅就係淨係容許自己存在、感受，同埋俾我用我把聲帶你去做冥想。今日你可能會係經歷過好多嘢，可能好忙啊、好攰啊，所以今日我會帶你慢慢將個注意力去返身體嗰度，揾返嗰種紮實同埋安心、有重量嘅感覺。好啦，當你準備好嘅話，請你揾返一個舒服嘅坐姿。你唔需要坐得好直，最緊要係舒服就得㗎喇。準備好嘅話，你可以慢慢合埋對眼。如果唔使合埋眼嘅，可以輕輕向下望，慢慢深呼吸，唔使太用力，只係自然咁樣呼吸，慢慢吸啖氣，慢慢呼返出嚟。留意下你個膊頭有冇縮起到？有嘅話，慢慢放返佢落嚟。你個下巴呢？有冇抬起？唔緊要㗎，你可以慢慢鬆返佢，將個呼吸慢慢再柔和啲，感受一下空氣進入你個身體，然之後慢慢呼返出嚟。而家我哋開始做我哋覺得最舒服嘅細微動作，可以兩隻手指就咁樣轉下轉下。當然你鍾意嘅話，可以轉第二個動作，例如手指喺度打拍子啦，或者手心喺度摩擦。甚至你想嘅個身體一樣可以輕輕咁搖。呢啲動作唔使做得好整齊，只需要係用你最自然、最舒服嘅節奏。
最緊要呢個動作可以幫你穩定你嘅注意力，幫你調節你嘅神經系統。喺而家呢一刻，當你好忙嘅腦慢慢沉澱，知道自己喺度轉緊手指就得㗎喇。保持住你要做、你選擇咗嘅動作。邀請你感受一下你手指嘅觸感，或者係你手板嘅觸感。感受一下你啲皮膚，感受一下你接觸嘅表面，睇下感唔感受到皮膚接觸嗰陣，隻手係凍定係暖？繼續自然咁樣呼吸，動作仍然輕鬆，一邊呼吸，一邊感受下你啲皮膚。喺專注你嘅手部動作嘅同時，感受一下你個心口，順便感受一下呼吸起伏，唔使觀察得好清晰嘅，只需要感覺，知道呼吸嗰陣，個心口或者個肚會脹大，然之後呼氣嗰陣會收縮。如果你觀察嗰陣，發現自己個腦唔知飛咗去邊度，好正常嘅，由得佢，只要知道自己個腦係飛走咗，慢慢觀察，然之後慢慢我哋將個注意力帶返去身體嘅動作。專注返你頭先揀嘅動作。
你嘅動作就係一個定點，觀察住你呼吸嘅節奏，感受下手指或者手掌接觸另外一隻手嗰陣時，或者轉緊或者拍打嗰陣嘅感覺。淨係需要知道呢啲感覺存在。而家請你動作再慢一啲，再柔和一啲，但係動作仍然存在。如果你內心有啲雜音，想像呢啲雜音就好似水上邊浮起嘅水泡，會慢慢咁樣消失。你唔需要逼自己停止去諗嘢，你只需要知道我而家呢一刻個腦係諗緊嘢。跟住慢慢將個注意力帶返去你選擇今日身體要喐嘅動作。如果係轉手指嘅話，去感受下轉手指嘅節奏；用手指包拍子嘅，就感受下個拍子；搓掌心嘅，感受下手心嘅熱力，或者係選擇繼續身體搖擺嘅，就感受下身體。然之後所有嘢都會靜返落嚟。再畀你嘅動作慢少少，細少少，再慢啲，準備慢慢停低。然之後我哋深深咁樣吸一啖氣，呼返好長嘅，將個意識帶返嚟而家呢個狀態。可能你而家仲有雜念，可能覺得沉咗，可能覺得亂咗。所有嘢都係啱嘅。好啦，我哋慢慢翻返嚟。你可以慢慢轉下啲手指，轉下啲腳趾，伸個懶腰。鍾意嘅嗌一聲，
準備好嘅就擘翻大對眼。今日你又做咗一件對身體、對心理好嘅事啦。有冇留意到今日你係做咗大概10零分鐘嘅 meditation 呢？又有進步啦。好啦，我哋聽日會再做另外一個 grounding 嘅 meditation。聽日見，拜拜。